上前市长委托带阿中部长前往安平码头体验夜间游运河的特色行程，欣赏河边光雕甲光影变化，使人印象深刻。离离市府一步一步改善运河水质甲盐化整体环境以后，现在进一步希望引进民间投资兴建3座码头，来串联安平甲中西区的水上交通甲景点。未来可以分段来申请，那就等于是逐渐开放这个运河的这个航段不再受到你一次申请要10.5公里这样的限制，那增加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意愿23号，市长有委托伫这些民代贵宾的见证，正式启动委外招商。系列的串联起来，水上陆上都是非常适合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思考，怎么样让这个运河的这个招商会发展得更好，对城市的发展，对于商业的发展，对于旅游的发展，对于观光客来台南更增加更多的景点可以去看。招商公告对今仔开始为期90天，开发基地有3站，分别是和乐广场、林万良公园甲水景公园，投资金额至少1亿，买运河码头成为带动安平观光休闲产业的基地。嘛，因为发展潜力无限，互各大集团表达高度投资的意愿。咱的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